劳动部进前逼出有公务人员那像互主管霸凌、行地路的案件引起关注。虽然部分会是已经提出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修正草案，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也是无够通保障公务人员，呼吁爱互公务人员来适用这案法。在去年的案子职场霸凌致死，我们才开始来改职场霸凌这块，那是要各种治安问题都严重到害死人，我们才一块一块的来。那今天是不是要有就是热伤害，或者是高处坠落，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治安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把就是这些东西来纳入，把公务员纳入这些保障。由基层的公务人员组成的民间团队，今仔日是组织伫咧立法院头前来抗议，认为部分会公务人员保障法修法的版本，干那要求机关自律。因为劳动部要针对霸凌修正治安法，嘛是无保障到公务人员，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列入公务人员。